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平湖的乌西乡，讲这是小梓华的重灾区，当地成功国小今年只有一个毕业生。毕业生进场。在动感的歌声中开始毕业典礼，不过校长后壁对这个主角毕业生干那一个尔。平湖乌西乡成功国小吴家颖全校这届干伊一个尔，包办县长奖、乡大会、农会等等20个奖项，伊嘛送这贵宾亲手种的金龟。小朋友要把它种得辛苦就难。心意满满，够有分量。虽然毕业典礼简单，不过无马虎。吴家颖搁表演一段下弦的功夫。可见平常时下袂少功夫，各项学弟做伙伴舞台剧。趣味演出，和大凯观众一直笑。平湖袂少国小今年拢出现一个人的毕业典礼，包括虎井港美合行等学校，拢干那一个毕业生，同款都收到全校满满的毕业祝福。